喂，啊，遐这边对我来讲，那其实足久无伫遮个所谓敬拜吼，因为大家对7月8月拢有代志，真欢喜今日通来伫咱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咱今仔日用真欢喜的心，咱来唱今仔日的诗歌。咱第一首要唱圣诗，就是302首救主我笑脸你的诗咱的信仰甲咱的主之个关系，咱亲像咱的谈恋爱，所以咱每时刻都会当笑脸伊。好，咱来唱一首。是咱上大祝福。这样是咱来做这祈祷。这声阿爸爸，我感谢你，你真正听完，你逐时刻拢甲阮做伙。就是我有时我毋知，是因为我无找你，我毋知是我无亲近你，我毋知是我无求救你。但恳求你，互阮的心神搁活起来，阮会当甲你三千军。来求求你的名，因为你爱阮，甲你做伙。愿你敢若阮今日敬拜，使阮活命喜乐的心，会当唱出学到你的至圣尊名。安尼恳求去做圣名，阿门。第一首同款希望主耶稣的歌。求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无犯罪，灵魂那是一半，爱的前去的水泉，互我罪。
今咱要吟两首新圣诗，这两首新圣诗足特别的，伊会较特殊，是这种南美洲的音乐哈。咱要唱的一台新圣诗的190是一种巴西的音乐，巴西比较特别，因为伊是受葡萄牙来统治，伊本身有伊的原住民。后来，这葡萄牙人都从非洲犹太都带欧人来，所以有3种音乐搅在一起。这条歌伊无升小调嘛，无升大调，伊的跳音程个很奇怪。伫音乐上面讲这就是歹唱的，上歹唱的音程。可是咱若会当甲伊音程唱得着，是介水的歌。伊咧甲因讲，上帝话有5种。伊咧唱水江河，会当来滋润咱的心。伊嘛是像天国的经济，进入咱的心，有咱的信心，会当大长。伊嘛会让上帝话亲像物件，会当照咱的行为甲一生。伊嘛亲像来剑，主的话嘛亲像光灯。咱来吟这首，但较青，咱嘛变，咱慢慢吟。以后咱的新信息，咱就会晓一首来。你的话。
所以有咧无用伊的丧礼，啊伫拜五的时去看伊的墓地，咱知影伫高雄的橄榄园，啊伊只橄榄园已经足非常大的范围吼，啊拢是咱教会啊这，伫遐我感觉，伫遐就是咱亲像咧预表。伫咱伫天国的时，咱应该不管熟悉无熟悉，拢是属主的人，伫遐咧学乐上帝。伫咱的生命、咱的信仰，咱是真奇妙的信仰。基督徒咱只有出世才会当入生，无论伫咱的世上，还是咱生命结束的时，拢是种出世入生。所以咱有愿望，咱有较大。愿望伫天顶，迄个是确实的，是主甲因讲是确实的。只要伊讲，咱就相信，因为伊保证，所以咱会当甲主相见面，以后伫咱的天顶，是咱上大的福气。咱来吟一首同款的当伫灵修来吟的诗，困求信心。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咱会当唱回应。咱开始的是咱唱较慢一个无要紧吼，因为咱可能无一定介绍，吼，咱等下再甲回复咱的速度，好无？来，较慢的一下来。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的圣神。主用你圣心来充满我心，让我真心感受你火热的主爱，求主进来充满心内，让我真心感受你火热的主爱，求主进来充满心内。求主用你圣心来使阮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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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心心好爱，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心心好爱。求主用你圣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圣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圣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圣心来找我出去，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仁爱，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仁爱。咱的信息有足侪，伊拢会当伫信息内底来教示咱对信仰的态度，甲信仰正确的观念。伫咱领受咱主伊的疼，甲伊的慈爱眷顾，毋是要互咱据为己有，是要叫咱因为充满这快乐。所以出去，你绝对要出去分享给别人。不管是咱的厝边，还是咱所当望到的人，因为咱头拄讲过，伫天顶有永远的快乐，颠倒头讲，伫地狱有永远的痛苦。你敢会讲对你的亲人这种代志，互伊永远伫痛苦内底？你若是爱伊，你若是疼伊，经有机会通救的时，该救回来。这首歌伊会当唱足慢，伊会当伫咱家己
伫咱诶灵修的时，你会当唱较慢，就变做讲。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心。让我齐心感受你回热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让我齐心感受你回热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当咱用慢的时，就是代表咱咧唱每一句的歌词的时，咱咧反省咱家己，咱咧反省咱家己，叫信心压制信心进来，互咱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生命。这首歌也会当用较正常的速度，就是咱头拄仔迄种速度，嘛当用较紧的速度。用较紧的速度代表，就是咱伫敬拜内底，咱有信心充满，有信心，互咱会快乐、甲喜乐。咱要伫咱的敬拜中领受上帝对咱的信心，活出咱生命的喜乐。咱用较紧的来唱就好，来。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让我齐心感受你回热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让我齐心感受你回热主爱，求主你来充满心内。第三，求主用你信心来是阮属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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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信心可爱，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体验信心可爱。第三，求主用你信心来找我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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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你全世界宣扬你爱，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你全世界宣扬你爱。这咱做一个祈祷，阿爸爸，愿知你信心甲阮同在，我也相信主会听伫阮中间流露对阮彼此关怀，比如阮的关心。我也知伫今日，我们领受你对天来的信息，即个嘛牧师伊所讲出来，会当充满伫阮心中，互阮毋那喜乐，阮有信心的激励，阮对遮出去，阮毋是要休困。今日是休困的时阵，今日是创造的第一天，今日是阮要去诱人进来信主的第一天，所以阮出去的时，阮毋是要休困，阮是要对所有当见到的人，所有当摸到的人，所有当听见的人，阮拢要将因来引带因来认捌你，所以你互阮有这种的确信，甲这种的感悟，互阮知，阮领受。我是做工的人，我是爱出去做工的，我毋是要伫遮来享受伫遮的敬拜喜乐尔尔。求你信心今仔日伫阮中间，点着阮火热心，互阮有真实的敬拜，来可以去做事名。阿免。
啊，这咱最后来吟一首，最后一节，就是咱伫遮受造就，是为着要出去。来，求主用你诚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诚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诚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诚心来找我出去，让我真心感谢你心中的主爱，伫全世界宣扬你爱。让我真心感谢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这就是咱安静耐心来刷只敬，那边来敬拜。恁着学乐耶和华，着唱新的歌学乐耶和华，伫圣的百姓的会中学乐伊。
这是来吟圣诗454首，圣诗454首。我俄勒天父，差遣圣囝降世，就是耶稣替我死，打过我上天。福气宽荣，荣光归主，是我心所愿。福气宽荣，荣光归主，直直到永远。请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徛着，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妇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伊死人中过活，上天。他就是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倒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通，一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应文37篇，马太福音第6章。启应文37篇，无得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在养饲伊。恁啥物人会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项五的时，那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伫挂如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独独在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
所以无得为着明日挂虑。一日的艰苦，一日教业。这是咱的吟圣诗263首。圣诗263首。至圣的天父，求你仰落听，愿你赐圣神驾驶阮三听，温柔搁谦卑，德行若加天。逐日熬刻记，疼人亲像你，请接着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有即个福分来敬拜亲近你。求你帮助阮，透过你的话，重新调整阮的生命，使阮合一的心彼此相疼、相扶持。亲爱的主，阮的姊妹、各一零姐妹失去至亲的人，求你亲自安慰伊。拭去伊的目屎，互伊的心得到安慰。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的名求，阿门。这是赞美请圣歌队。
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记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7节。《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7节。32节，信的人拢一心一志，无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是逐项物做讲的，使徒用大宽容干净主耶稣的国活，众人也得到大恩典。其中无欠亏的人，因为见有残垣厝体拢袂医，带伊所卖的银下伫使徒的骹下，照逐人所欠用分予因。36节，有利未族的人。出世伫基比路，名约瑟，使徒叫伊做巴拿巴，翻译就是熬安慰的人。伊有远就买去，将所卖的银带来，下伫使徒的骹下。讲到做上帝的梦，请马约翰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两位牧师，还有每位弟兄姐妹这3天的招待。我在这里好舒服，吃得很丰盛啊。还有今天早上牧师帮我预备拿铁呀，
不要去 Seven 啊，真的谢谢你们啊，很高兴在你们的当中，你们继续成为耶稣的光，耶稣的眼，给人很好的见证，包括你们青年啊，高兴你们在第一排、第二排啊。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阳台嘛，最后的2楼啊。我们的青年很喜欢在那边很远啊，可是我讲到都看他们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赐给我们今天一个新的机会，回应你的爱，新的机会敬拜你，赞美你，把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求你让你的话语喂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帝很喜欢我们以他的梦想为梦想。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一个悦耳很古老的预言实现了。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上帝的梦想，他赐给儿子、女儿，赐给年轻人，赐给年长者，赐给奴仆，赐给男生、女生。上帝把他的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人开始做梦。如果你跟上帝在一起，你一定会做梦。上帝是一个敢做梦的上帝，他也呼召我们跟他一起做梦。如果我们停止做梦，我们没有依靠圣灵的力量。可是做梦不是容易的事情，很多事情可以破碎我们的梦。我常常问台湾的青少年，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很多青年说考上就好了，太小的梦想。他们常常说我没有一个梦想。有一次我从台湾神学院散步到故宫，故宫离台神很近。那天我的目标不是去故宫的里面看东西，我的目标是从故宫的外面看到风景。突然2个大学生说：“先生，你可以帮我拍照吗？”我说：“可以啊。”以后他们一个坐在我的左手边，一个坐在我的右手边，发现他们是高雄人，国小的同学。可是一个同学来台北读文化大学，所以这个高雄的同学来看他，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可是我跟他们聊天，告诉他们我是牧师，然后左手边的人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基督教的故事？”我在台湾20几年，没有人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非常快乐。所以他用15分钟从耶稣出生到耶稣复活，告诉他们2位耶稣的故事。这个左手边的人非常认真倾听，比我的神学生更认真倾听啊！其实我的神学生也很认真倾听啊。我说故事后，我问他们怎么可以为你们祝福祷告？这是台湾的优点，你可以问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他们祷告。所以左手边的人说他的妈妈得到脑瘤，为他的妈妈的身体祷告。我说好。然后右手边的人在文化读书的人，他说：“牧师，我是一个做梦的人，我有2个梦想，要为你这个2个梦想祷告。”我说好啊，什么梦想？第一个，我要去美国读书，所以你为我的英文的能力祷告，我要考TOEFL。我说好。第2个呢？他说：“马牧师，有一个女孩子在我的班级，
他还不知道他要成为我的女朋友，求你为他祷告，感动他，上帝会感动他。我说我很喜欢你，你是一个敢做梦的人啊。可是生活的实况不让我们做梦。我发现没有梦想比较容易。很多人接受现况，有梦想常常会有痛苦啊，尤其是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跟你一样，我了解现在的世界的情况，很多危险啊，不管是这个疫情啊，我们都戴口罩，还好台湾人不会反对戴口罩，这是恩典啊，保护别人啊。可是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这是很大的冲突啊。我也跟你了解我们的世界的分裂。因为宗教分裂，因为种族分裂，因为有钱没有钱的人，因为政党。我当牧师那么多年，偶尔我看到教会也分裂，有不同的看法，不管是台语比华语礼拜，不管是敬拜的做法。不管是年轻人、年长的人，我看过教会的破碎，我看到一个基督徒伤害别的基督徒啊。可是我们基督徒还会干梦想，就像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给他们梦想。我很喜欢这个图片，因为他们的眼睛有点怪怪的啊。我认为圣灵降临，我们眼睛一定有点怪怪的，没有看过。如果我们以前的迪顿教会的人不敢做梦，我们没有现在的迪顿教会啊，主堂教会啊，因为以前的人愿意做上帝的梦。两位牧师养2只狗。以前我在美国养1只狗，这只狗很喜欢2个事情，它很喜欢游泳，所以每一次我放这只狗在我的车子，开车到一个湖的旁边，我们还没有到湖，这只狗的鼻子很厉害，它会闻到湖的附近，它开始发抖，在我的车子它会发抖啊，它知道它可以去游泳啊。第二个事情，我的狗很喜欢是去我的表哥表姐的家。如果我要去外面服侍，我都放我的狗在他们的家。那我养狗是我给狗的食物，我的狗睡在地板上。可是我表姐跟表哥养狗的方法跟我的养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的表哥一边吃饭一边给狗人的食物啊，最恐怖，晚上的时候，表哥表姐睡，我的狗睡在他们的中间，真的很恐怖啊。可是我的狗很喜欢去他们的家，所以一样，如果我放它在车子，说现在我们要去表哥的家，它会发抖。其实我回来拿它帮它回家的时候，它都在他们的沙发上，我说我们要回去家里，他不动啊，他不想回来我的家。这只狗的发抖提醒我，我们应该每一天跟我的狗一样很兴奋。今天上帝要做什么？今天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梦想？那么多年后，我封牧后26岁封牧后，我还很兴奋，因为上帝会用教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这是上帝的方法。所以每一天我起床的时候开始祷告，我问上帝：今天你要赐给我们什么梦想？今天你对教会有什么梦想？
然后我每一天兴奋期待上帝会鼓励我们做他的梦。初代教会也愿意做梦，因为他们就在耶稣复活的光芒里面。他们都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他们以为耶稣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以后死掉。他们没有想到，可是耶稣的复活完全改变他们的眼光，完全改变他们怎么看自己，还有看他们彼此的关系。复活让他们知道，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控制上帝，这种的力量是上帝赐给初代教会。他们开始做梦，他们开始梦想他们共同的生活。他们的领导者被逮捕，圣殿的领导者说：“你们不能传福音。”可是不管有什么威胁，他们继续做上帝的梦，继续活出复活的生活。他们有新的眼光，怎么看生命，也怎么看死亡。一个人说，他们最重要的见证不是他们的话，不是耶稣的空的坟墓，他们最重要的见证是他们彼此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跟外面的人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看他们的共同的生活完全是新的。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不是一个短暂的经验，不是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常常我们的经验，教会的经验，不管在礼拜中或是在一个退休会，圣灵特别感动我们。可是这个感动一定需要行动。我说感动一定有一个动。我们不是就说我感动，我们的生活会改变，会改变，改变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改变我们上课的生活。上班的生活，改变我们教会的生活，改变我们在社会的生活。因为这个故事最重要的角色是圣灵，上帝的圣灵带领他们做梦，给他们力量，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初代教会的状况怎么样？我其实有很多现象。初代教会有很好的问题。彼得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彼得站起来讲道，多少人信耶稣？3000个人信耶稣啊！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礼拜堂，他们怎么办？3000个人成为教会的会友。弟兄姐妹，他们在哪里聚会？好，你的家50个人，好，你的家30个人，好，你的家40个人，你的家20个人。他们要打开自己的家里，成为礼拜堂。上帝继续让他们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可是他们有一个挑战：怎么同心合意？怎么继续有家庭的感觉？使徒行传很诚实，他们有机会，他们也有冲突啊。要不要让外邦人成为他们的弟兄姐妹？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同心合意，他们有一样的目标，在耶稣里成为一个家庭，成为耶稣的身体。他们共同的指标是他们在耶稣里的身份。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他们的语言也不一样。他们是男生女生，年长青年啊。可是他们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是上帝的家人。
我在台湾那么久，我真的忘记我的脸跟你们的脸不一样。因为我很少自拍，我不喜欢继续看自己，我都看台湾人。每一天我起床的时候，隔壁都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啊，所以我真的忘记我的脸跟你们的脸不一样。可是偶尔我在阳明山爬山，一个小朋友说：“妈，阿斗嘎。”我都说在那里，在那里呀。因为在耶稣里，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不是只是看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我们共同的关系啊。在旧堂教会有不同的人，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背景，可是因为耶稣复活，圣灵让我们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其实他们的生活非常奇妙，他们开始分享。他们开始彼此关心，他们很勇敢传福音，可是他们也很勇敢分享他们的东西。因为耶稣复活，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旧的生活，他们的生命被转换了，上帝国近了，所以他们开始活出他们的梦，他们开始活出上帝国的生活啊！其实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台湾很像啊，很多人离开乡下搬到耶路撒冷，不一定马上可以找到工作，所以教会会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有一次我在太鲁阁号的火车从花莲回来台北，隔壁不是他，有点像他，我没有拍照这个隔壁的人，有点像他。他是买股票的青年，30几岁，他不是基督徒啊。我的阿头嘎，我的高的鼻子的优点是，很多人愿意跟我说话，台湾人很亲切，所以我跟这个人还是聊天啊，在火车上。以后他说：“牧师，我的压力很大。”我说：“什么压力？”他说：“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还有父母亲退休，我也要照顾父母亲。我在中间三明治，压力很大。”我说：“你怎么处理你的压力？”他说：“第一个，我喝酒。”我说：“不是很好的处理的方法。”他说：“我知道了。”第二个呢，我抽烟。更不好的方法，他说我知道了。第三个呢，我打篮球。我说这个很好啊，可是我认为我知道更好的方法，给耶稣你的压力。他说牧师，他非常开放的人啊。他说牧师，我要等我的父母亲离开后，然后信耶稣。我说不要等你的父母亲离开后，现在可以信耶稣啊。很多人离开乡下去台北、高雄、台中工作，需要这种的关心，跟初代教会一样，因为在耶稣里，他们是一个新的家庭。耶稣的复活给他们方法，把他们的东西分享，他们把他们的财产托付给12个使徒，然后他们分给每一个需要的人。他们不是只是感动，他们行动，他们行动，他们被改变，所以他们的分享让我们看一个灵力的合一。耶稣的复活让耶稣从死亡的权势得自由，从阳的复活让初代教会也从他们的自私的生活有自由，分享的自由啊。所以这个新的生命的目标是分享，把我们的时间分享给别人，把我们的信仰分享给别人，把我们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啊。这个新的生命的记号是巴拿巴。巴拿巴本来的名字是约瑟，可是我
礼拜五晚上说，很多人认识耶稣后有新的生命，从约瑟成为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会鼓励别人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会鼓励别人的人，他是一个鼓励者。巴拿巴买掉一块土地，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巴拿巴是一个做梦的记号，一个慷慨心的记号，是一个分享人的记号，会鼓励别人的记号。我来台湾24年，长老教会没有付我的谢礼，那我很清楚说，不是台湾长老教会不愿意付我的谢礼，我鼓励美国长老教会奉献，因为我要他们知道台湾。每一个礼拜天，在很多教会，他们奉献让我来台湾。这是我每4年去美国报告。这是在芝加哥的教会的外面，他们放这个，上面是我的英文的名字，最上面是台湾的宣教士。所以我有机会分享台湾的美，还有圣灵在这里的工作。除了奉献以外，很多美国的弟兄姐妹每一天为我祷告，特别很多阿公阿嬷。一个阿嬷，她现在91岁，没有来过台湾，一定没有机会来台湾。可是她听说以前台南有一个大地震，她马上在报纸看到这个消息，她写一个卡片给我，她说：“亲爱的约翰，我们非常难过，听到台湾发生很大地震。我知道台南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远，可是我们会看得到台湾人的苦难。我马上开始为台湾祷告。”这个阿嬷没有来过，即使她不了解台湾，可是在报纸看到台湾发生地震，她马上祷告。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年龄，可是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每一次我去美国报告，他们都说：“我知道你爱台湾，因为耶稣爱台湾，我们也爱台湾。”我第3间教会，我2009年离开台湾，因为妈妈的身体。都不知道我有机会回来啊！我以为我离开台湾，我去第3间教会牧会，然后上帝越来越感动我说：“你在台湾还有工作，我要你做，你要回去。”所以最后1个礼拜天，在这个教会第5堂礼拜，我在门口跟会友握手，一个姐妹说：“马牧师，我完全不会惊讶。你要回去台湾。”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每一次你讲到，如果你用台湾的例子，你的眼睛亮亮的。”他说：“我知道你爱他们。”我说：“姐妹，我也爱你们。”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在耶稣里，圣灵塑造我们彼此相爱。耶稣复活，每一件事情不一样，圣灵来塑造我们。同心合意。有一个教会跟你们很像，在隔壁的云林县。这个教会跟你的教会一样，是乡下教会。可是上帝做很美的事情，跟教堂一样。第一次，这个传道人跟他的师母抽签，他们抽绥靖教会，在北港的附近。这个传道人对青年有很大的负担，他的师母对儿童有很大的负担。可是第1个礼拜天，他们去那边有7个老人，完全没有青年，没有儿童啊。我认为这个7个老人，3个是长老，7个会友，3个长老。我认为长老的目标申请传道人是让传道人来做教会的告别礼拜，
让教会关门了。可是这对夫妻开始祷告，他们跟3位长老一起祷告，说：“圣灵，求你给我们新的开始，新的阶段。”我今年6月去他们的献堂感恩礼拜，有60到70个社区的孩子，都是第一代，真的很奇妙。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啊，跟这里一样妙很多啊，很多奇妙的故事。有一次我去那边，一个10岁的哥哥在我的右手边，我在第一排预备讲道。10岁的哥哥在右手边，7岁的弟弟在左手边。我讲道后，师母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他们跟阿嬷一起住。可是这个哥哥在国小把别人的手机偷走，所以学校的社工打电话给阿嬷，社工不是基督徒啊，打电话给阿嬷说：“请你来处理你的孙子的问题。”所以阿嬷来学校，社工说：“阿嬷，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我们要打电话给警察，请他们处理。”阿嬷说不要，阿嬷都拜拜。所以社工说好，第2个选择，因为社工听说孩子去长老教会会被改变，说社工不是基督徒，说阿嬷，你第2个选择带你的孙子去长老教会。阿嬷说不要，我拜拜。社工说好，我们打电话给警察。阿嬷说好，去长老教会啊。一个没有信主的社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啊。有一次我去他们的 Seven， 他们的 Seven 应该跟你们的 OK 一样，有点像活动中心。如果你要找到那边的青年去 Seven 啊，大部分的 Seven 都在那边打工。所以我在那边买咖啡以后 ，Seven 的店长说：“先生，请问一下，为什么你来这里？这里的外国人很少，水灵。”我说：“哦，我来教会分享。”店长说：“我们很喜欢教会。”我说：“店长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可是教会爱我们的孩子的，做上帝的梦。”现在他们的青年大学生每1个礼拜教会付他们的火车票，因为牧师告诉他们，以前我们陪伴你们，现在你要陪伴这些青年、这些儿童啊。他们很喜欢他们的教会的大哥大姐呀，很喜欢他们，很好的见证。有一次我去那边一个台南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他们预备中饭在礼拜堂，青年儿童都预备，然后给客人吃，青年等待，然后客人吃后他们吃饭，然后青年都扫地，跟今天一样。这个弟兄在哪里？我看他在教会扫地啊。哦，他在PPT 那边啊，在电脑。他都在你的教会很早来扫地啊。扫地后，我以为他们可以回家休息，没有。扫地后，他们要办一个课辅班给儿童，预备礼拜1的功课。做上帝的梦，做上帝的梦。上帝对教会还有很好的梦想，我们不能停止做梦。我认为主堂教会有非常多梦想啊！我看你们那么多人进来这里被祝福，以后离开这里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的美国的牧会，你们知道现在美国教会没有办法一起做礼拜，礼拜堂都是空的。可是我牧会，我长大的教会，每一个椅子没有人，可是都有袋子。袋子里面都有食物，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没有工作，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每一天不是弟兄姐妹，外面的人会开车到门口，弟兄姐妹会放食物在他们的车子。我看这个照片，这是今年的照片。我看这个，我说礼拜堂没有人，
可是礼拜堂还充满耶稣的爱，还充满耶稣的爱。所以疫情的时候挑战很大，教会怎么办？还有梦想，还有梦想。所以我们跟巴拿巴一样，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鼓励者，要鼓励儿童，鼓励青少年，鼓励成人，彼此鼓励。我们不要满足在很小的事，因为上帝对你的家庭、主堂教会有更大的梦想，所以注意别人没有注意的地方。欢迎小朋友，欢迎青年，欢迎年长者。差不多3-4年以前，一个团体，一个支持我的教会的长老执事来台湾，我带他们去宜兰南澳，我在南澳很喜欢做一个事情，溯溪，听得懂吗？溯溪，在溪里面溯溪，所以我带这些美国的长老执事溯溪，庇后教会、泰尔族的教会青年成为我们的巴拿巴。有一个长老壮壮的，他告诉我马牧师，我不要溯溪，我在下面等你们，我不要给庇后教会的青年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告诉青年，长老说他在下面要等我们。青年说，告诉长老我们要帮助他，他们真的帮助他，真的成为他的巴拿巴。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长老真的很壮。每一个瀑布他都帮助长老溯溪啊！我在溪里面都看到他们。我说：“青年，你们都是我们的巴拿巴。”礼拜6晚上在庇后教会有一个培灵会，青年的培灵会，泰尔总会的培灵会。我问这些庇后教会的青年：“你们还好了吗？”他说：“马牧师，肌肉很酸。”可是他们没有抱怨，谢谢马牧师赐给我们机会啊！我说谢谢你们成为我们的巴拿巴。上帝要把他的力量和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给主堂教会。偶尔我们需要停下来，看到这个恩典，开始做上帝的梦。上帝，我很清楚，已经祝福主堂教会。上帝的目标是继续祝福主堂教会，所以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不要说我太年轻，不要说我太老，不要说我没有什么恩赐。上帝对你有梦想，上帝要呼召你。跟他一起做梦，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很久以前鼓励、帮助、带领初代教会做你的梦想。谢谢你，上帝，你继续到现在用教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谢谢你，上帝赐给主堂教会那么多梦想。谢谢你，上帝那么祝福主堂教会。求你祝福2位牧师，祝福长老执事，祝福弟兄姐妹，祝福青年儿童。求你继续鼓励他们。跟你一起做梦，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成为巴拿巴别人的鼓励者。不管在家里，不管在学校，在上班的地方，不管在教会，不管在路上，谢谢你，上帝，愿你好好用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梦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兄姐，这是来吟圣诗258首，圣诗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伫各方面、伫逐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自开力极大，困苦的日甲你扶持。囝若靠主不便疼痛，徛石磐顶拢无摇动，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准备奉献。
请坐平安的请牧师。我想要问恁一个问题：恁敢愿意，互上帝引带，伫逐方面拢仰望伊？我搁讲一解：你敢愿意，互上帝引带，伫逐方面拢仰望伊？阿妹吗？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今仔日咱的第三首的圣诗。回应牧师伫圣经的分享信息教导，咱要有一个对上帝的信心，一个对上帝来的仰望。今仔日咱所念的诗歌，其实就是咧问咱讲，过来拜一到拜六，你敢愿意，互上帝引带你，伫逐方面拢仰望伊？也这你敢愿意？我知恁咧想啦。但是恁的阿妹足细声，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所以伫平安夜时，牧师第一个要邀请咱的祈祷，牧师要为着恁，要带恁，要招恁，为着过来一礼拜拜一到拜六，大小事，也这你相信吗？你要将你的重担，将你的困难来仰望主耶稣吗？我知恁真肯定，虽然有一点仔严肃，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祈祷。万管能的上帝，阮恭恭敬敬伫你的面前祈祷，用阮你的奴仆，组织你的囝儿查某囝做伙同心，伫阮要过阮的日常生活。阮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阮愿意，互主你引带，伫逐方面拢军队仰望你。主，阮恭恭敬敬将阮的青年因拜一到拜六的上课，将阮的兄弟姊妹因拜一到拜六的工作，将阮的家庭拜一到拜六阮的生活，大事小事拢仰望你。主，阮知影，阮中间有人有拄着重担，阮知影，阮中间有人有拄着过头的困难，但是阮相信，你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当阮咧行平安夜时，阮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享受做你的囝儿、查某囝的快乐。主，互阮享受做你的囝儿，迄种的平安。主讲，阮伫礼拜讲阿妹的时，一直到后礼拜，阮再相会。主，你的平安拢无离开阮。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为着郭一玲的妈妈甲伊的家庭祈祷。牧师甲恁分享，郭一玲的妈妈。是咱教会正式的会员，咱正式的在职的会员。虽然伊只有2摆甲咱做礼拜，伊伫咱做礼拜的时阵是用人客的身份，但是郭一玲的妈妈伫病院有英红长老，有终身长老，伫真紧急的时陪牧师伫病院，甲伊行洗礼。所以兄弟姊妹，伊是上帝的查某囝。我甲恁分享一个真要紧的决志，因为伊无啥机会上查经班，所以牧师伫问到你的时，我问伊一个问题，讲：咱来做上帝的查某囝好无？伊足肯定讲好。或者我阁问恁一解，咱来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好无？哈！恁拢足细声。咱来做上帝的查某囝甲囝儿好无？好。愿咱的每一个人甲上帝讲我愿意的时，上帝的手永远无离开咱。咱来为着郭一玲的因的家庭来祈祷，咱来为着郭一玲的家庭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依玲伊的家庭，大大细细来祈祷。主啊，你真正是疼即个家庭。
伫因也无机会通深深认捌你。主，你的疼就摇动伊琳的妈妈，毋是通过人的劝勉，毋是通过人的说服，是遐尼自然而然，上帝你用你的圣神，就互伊伫你的面前来接纳你。主，阮知影伊伫你的怀抱，你带伊行平安的路。主，求你帮助这个家庭，也有做伊的囝儿，包括伊年长的大家。主，求你照你家己的应允，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伊琳因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保守因伫地上的过程，无论家庭礼拜，无论个别式，主你拢互因看到平安。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今仔奖章都已经准备好势咧，我要讲吼，奖章了伫咱中间吼，咱甲奖章了拍鼓啊，生日快乐！伊是牧师来到德堂，一开始就是陪伴牧师做伙伫教会大小事的事工顶悬，上帝真重的工人吼，也即将来换恁哦，毋是做长老，是做上帝的工人吼。做任何工作，咱拢是上帝的宝贝吼。咱做伙来为奖长老来祈祷。弟兄姐妹，我被邀请你们来做一个帮助者。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马约翰牧师在我们当中，他差不多每年没有每年了哈，但是也经常每一次他来，我都感觉到有很深的喜乐跟幸福因为神给我们的同工的友谊跟弟兄的友谊是很奇妙的那一段我就不要再讲牧师要请你们邀请你们做马约翰牧师的代祷者，你们愿不愿意？真的吗？好，马约翰牧师是一个宁可靠着他的母会来帮助陌生的台湾，所以他们愿意所有的宣教费用都是由美国的长老教会所负担。我们领受他的爱跟他的祝福，我们至少应该要了解马约翰牧师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要邀请你们做一个代祷者，最重要的理由是我希望跟你们分享，马约翰牧师最大的特质就是神交给他3个神学院的神学生，他是神学院的神学生的灵命塑造的老师。要改变一个生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神将未来的牧师的他的健康的心理状况跟丰盛的灵命交在马约翰牧师的手上。
所以牧师很诚恳的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成为在台湾守望，为马约翰牧师做代祷的教会，好不好？来拢不出声，好不好？好。不是你买，听到那么小声，会觉得有点没有了。我在那里心意哈，牧师有时候跟你邀了，其实是挑起你们更大的一个回应哈。我知道你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啊。因为我说的太严肃了，我是刻意装作很严肃了。不严肃有时候都会忘记，对吧？哈，我们真的要为马约翰牧师做守望的祷告，好不好？好。那希望你们要是想到马约翰牧师，你们也写一张卡片。那个姐妹就写了一张卡片，你看马约翰牧师就时时拿个卡片。其实不是收到那个卡片，是我们让马约翰牧师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就做背后的一个代祷的教会，所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为马约翰牧师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那么奇妙的从美国来的阿多亚牧师，他却带来了耶稣基督你的祝福。我们从陌生人、外国人，而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神圣的十字架，就是培养牧师成为健康的牧师，培养神学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传道人。我们要为马牧师献上感谢，求你让他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山上，不论在平地的教会，他都能够安慰那些心中忧愁、有重担压力的牧者。求你将你赐给马约牧师的那种喜乐，通过圣灵的帮助，也让他所触摸的每一个牧师都充满了祝福。我们谢谢你，让今天的礼拜不只是听一些理论跟道理，而是我们因着巴拿巴的这个名，我们就合为一，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安慰者。主耶稣，我们高举你的话语，求你继续感动这个教会，成为愿意做陪伴的教会。我们在你面前为马约牧师将来要走的道路，恳求上帝你让他大大的为你去造就许多的传道人跟教会。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我们所领受的爱，我们也用这首歌来为将来这几天我们需要的爱来祷告。耶稣听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你真日感应多多。愿咱将主的听分享给咱身边的人，愿咱领受上帝的听，咱自然有满满的快乐。咱来请师会来做今仔日的报告。谢谢马牧师，谢谢马牧师。
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拜五下晡5点伫高一零姐妹府上，青少课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暂停。圣港服侍下礼拜诗会，陈宗胜长老领诗主日学，苏琴刘一鸣弟兄，诗会林安路甲庄主柱2位执事，交代第2组爱餐暂停。圣港讲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家己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感谢上帝赐予咱美好的机会。马约翰牧师再次探访二林区教会，并伫主日礼拜中带来美好的信息。伫领受上帝话语的时，互咱也为马牧师伫3经10项伊的授课，以及陪伴牧者团契的心灵事工代祷。第二，10月7日拜五下晡5点，高一零家庭礼拜3点半，下晡3点半3点45教会出发，个别是10月3上午10点甲进塔，下晡4点30伫丰原。第三，下主日礼拜后妇女团契会长改选，请大家准备心。第四，8月份开始新的查经学列，人物耶稣的教导，主题对耶稣的教导重建灵魂的导向，终身查考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至7章，欢迎参加。要参加会通加入咱查经群组，以便传递资料。请为第5，请为昔日的代祷。风险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答案，过去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彰化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第三，为心身欠安的兄弟代祷；第四，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来祈祷；第五，为适婚的青年婚姻来祈祷；第六，为姊妹教会来代祷。报告以上，咱来吟圣诗，上用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爸囝圣神，阿拉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先给你差遣可以打开眼睛，主导可以闭眼睛。有点感觉秋天已经开始了，天气有点舒服啊，这是很好的做梦的日子的。所以离开这里，做上帝的梦，在你的家里，在明天你上课，你上班，你在教会，你在社会做上帝的梦。他一定会祝福你，帮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跟我们每一位同在。阿门。阿门。
下次摸到。